嚟到我哋明白話點唔可以 rap 啊？多謝你翻嚟啦。係啦，咁啊，我知道咧，今日呢三位咧，咁平時咧都好似有 rap 開過，係咪啊？你哋冇噶，冇噶，係咪？睇你個樣好似好 rap 得噶。你單聽下咪知咯。係咩？哇，好聽得出唔 rap 得。咁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就 drop the beat 啦，學阿點先話齋。係啊，drop the beat 學你嘅啫嘛。好嚟。好，今日咧就呢度咧就有 Leonard 先啦，好唔好啊 ？OK，Yeah，come on，隨時入得 ，Yo，let's drop the beat，Yeah，我哋 Radio Idol B 組處理登場，而家要用 rap 將我哋個名嚟個宣揚。我 Leonard 有幸上嚟，並棒哇要先至 Coco 同埋基哥玩翻幾下，但係上嚟玩 game 就只係其次，主要都係想啲聽眾 know more about me。首先想同大家講下我嘅名字，因為正確咁讀我個名真係唔係太容易。串法雖然係 Leonard，唔讀個 O 音你就一定要知。小弟今年19歲，喺大學讀緊2年級。如果你哋喺學校見到我，記住 say 句 what's up， 講下嗜好啦，我就好多嘢都得，唱 K 又得，打籃球更加得。不過最中意都係做 DJ， 揸住支筆，噏到差唔多我就請你上 Facebook， 跟住喺個 profile 度碌一碌。Facebook 之前 Radio Idol 仲有個投票，吓？而家投我票？不過唔緊要啦，因為你真係支持，請你依家大叫。勁啊！啱啱聽到係 Leonard， 跟住落嚟就有 Kenneth、周文清 crossover，Yeah。Yo， 你好 Kenneth， 係我喺暑假嗰陣參加咗後浪，不知不覺入咗嚟時代科，依家終於見到並辦花啲主持，啲風格比 Halloween 啲鬼仲得意。我想講翻我究竟係邊個？喺大學嗰陣興趣係心理學啊，不過再讀落去真係會走火入魔啊，所以依家咪專注喺研究星座。天秤座嘅我份人好鬼隨和，呢種性格朋友人係會有好多，但係愛情就永遠冇着落啊，因為各意中人，唔知我中意邊個算啦，總之都係揸住個宗旨做人咯。又係愛人如己，包開心過食芒果。我中意行街睇戲買衫，咪有女仔一個。你哋最近有冇睇部戲叫做《好似好得人驚，但係嚇唔到我，因為我有時大膽到好似將四關如火啊！依家 rap 到就嚟收唔到口，希望有一日同 MC Jin rap 翻兩首。依家心情就好似中意咗後浪就得走啊！希望有緣嘅話可以聽到我把聲，我係5號 Kenneth Chow， 非常感謝依家交翻個波俾5號嘅 Chris。Chris 準備好未 ？Alright，come on，come on。大家好啊，好歡迎收聽並棒哇！占士剪機 Coco， 今日可以稍為休息下，一班後浪上嚟同大家玩一玩，介紹下自己，分享對事物嘅睇法。介紹等我介紹我自己先，加深對我嘅印象，俾分都會俾完再添。今日開始 rap 有我意思，我個名叫 Chris， 記住係阿 Chris， 唔好嗌做阿 Kiss。如果你叫我阿 Kiss， 我就會同你講 Miss。希望你下次叫我時唔會令到我 piss， 當然冇咁容易令到我咁容易嬲 ，EQ 都算幾好，多啲嚟密啲手。今年參加後浪訓練班，因好簡單，廣播嘅行業擴闊我思想空間。我份人冇乜點，中意研究諗嘢，研究生命，研究哲學，但都會研究下 hea 還 hea， 但係唔好 hea 得太過咧啡。如果唔係我哋做人就會做得好平。好啦，時間已經到，非常有限，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再同你玩，俾你介紹大家我嘅小間原遊啊！記住，所以記得睇睇我嘅 hit 空間。勁啊！呢三個真係令我太開心啦，因為個個啲 flow 咧都有佢自己嘅風格啦。係啊，似我哋咁樣三個咯。係啊，自己嘅風格 OK 啊！我俾掌聲你哋先。好嘢，有意思啊！係啊，好勁啊，好 flow 喎，我自己個人覺得啦，係啊，有3個唔同嘅節